哥，你醒了！姨娘，哥醒了！范先醒了，睡好了吧？姨娘来了。哎，叔叔，你先出去啊，我换个衣服啊，姨娘。不用，正好是衣服。这2项都得是。想得美，满院子都是。这个颜色我试试。那件，还有那件，那件我再看看。看来啊，真是如意郎君，小姐都笑开花了。不是，我在想，范闲这个时候应该也在试衣服。那肯定呀。你觉得他会逃吗？逃什么？逃婚呀。我觉得这就挺好。你觉得有什么用啊？得一件件试。你们先试，我出去一趟。走，是别想了。太折腾了，我受不了。折腾，这才最外面一件，3套内里都没到呢。我死了得了。试完再死。叔叔，你从小最听话了，你放哥走吧。哥，我也是心疼你。你明明在笑。有吗？我早上没吃东西，心里慌。边换边吃。我接手。2天后大会，你往哪儿跑啊？你要豁得出去不成钱，这会儿随便跑。让他这么试，怕是生不如死。您怎么知道啊？我了解他呀。若是这时候都不逃，那就是真放不下我了。不跑了？来吧。小姐，您还有很多衣服要试呢，再累啊也得忍忍。他不逃，我就不逃。婉儿，婉儿，灵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试了好多衣服，都快挑花眼了，你快帮我选一选。我有要紧事。你们先歇会儿，都下去吧。都下去吧。找我有事儿？李成，啊切！你怎么了？得伤寒了？没有。啊切！小桃，快去把治风寒的药拿来。小姐，您放哪儿了？就在我……算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你等我一下。谁？灵儿，灵儿。
你在哪儿啊？这就走了？这绸带是不是有点长啊？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件不错，应该算是甲等上乘。甲等上乘。你觉得呢？行还行。谁问你了？你来干嘛？他找我有事儿，找我有事儿。哎，别走啊！我不急，你忙你的呗。抓紧聊完回来继续。说吧，啥事儿？爹让我叫你啊，我这就找他。没事，不忙，你这重要，他不着急。我着急。爹，爹，您找我？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还真是挺合身。哎，您说合身，那就定这身了。不，我没说，我说了不管用。我是真受不了了，这一箱一箱的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哎呀，人生大事得要周全。不是，这一件又一件的，看着都差不多，有什么区别呀？谁说不是呢？您当年也这么试的？我试的比你多，那您怎么过来的？熬过来的。哎。你跟着叹什么气啊？我是想啊，寻常人家根本没有你这种机会换这么多套衣服，你这烦恼啊，其实是人家的幸福。我说错了。你是范思哲吗？你能说出这话？我这次北上啊，见了太多了。咱们大庆就算国力雄厚了，可是还有好多老百姓都饿着肚子呢。所以呢？所以就得多挣钱呢。我多挣钱就多开铺子，最好铺满全天下，什么大庆啊、北齐啊，哪怕是东一城都开铺子。那铺子开的多了，来做工的人也就多了。我没想的太大太远，就想着让所有人都吃上饱饭。说的没错。嘿嘿嘿，光赚钱怎么行呢？哎呦，你有这份心，也算是长大了。范霞，叫你来是有些事儿，要你自己衡量。你这次大婚惊动了整个京都，一个呢，你有诗仙之名；二一个，将要接手内库；再一个，陛下亲自指婚。如今朝堂上下各部官员都等着上门贺喜，咱们家就这么大，塞不下满朝文武。喜宴名单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提醒一句，请谁都好说，难的是筛掉哪些。来不了的人心里难免有刺，天知道什么时候就推你一把。你再说说，这拍卖会能成？所以说，请谁不请谁，都不合适。是这道理。那就谁都别请了。成亲不设宴，说不过去。家宴，家宴，家宴。
那边来了个大家伙，可漂亮了。他们都是奔你来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再去帮你看一看吧。从信阳到京都一路散过来的，哈，日以继夜，夜以继日的，都不休息吗？他们轮流撒。那得撒多少花啊？车上装得下？这一路上啊，一路薅啊，不知道撸秃了多少座山。他是我亲自赶出京都的，如今大张旗鼓来给我送礼。毕竟，他是郡主的生母嘛。他要是爱屋及乌啊，就不是李云瑞了。哎，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好久不见。陛下命你留在信阳，若无旨意，不可回京。我抗旨，就是偷偷回来的。你现在可以去告我，一告一个准。回京都是想做什么？给你的。别怕，只是我的一份贺礼。与婉儿成亲之后，你就该接手内库了。这是内库的账本，还算有诚意吧？不惜抗旨回京，就为了送这个？成亲那天，我要见见婉儿。她是我的女儿。成亲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。我没有过那样的生活，但是我希望她有。我也想给她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所以婚礼期间，你我休战。那婚礼之后呢？那还用问？你死我活。就没有想过我不答应？刚刚说了，可以去告我。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情。你怎么选，我都接着。在京都住几天？看我高兴。住哪儿？反正不是范府。藏得好点儿。该叫我一声娘了吧？慢点看，别对着强光，不着急。没事，看完了。怎么样？内库的经历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，毕竟是曾经的天下第一商铺。有史以来，天下第一商铺都不为过，多少奇思妙想，分铺开遍天下。还要皇室撑腰，
如今看来，这账面上亏损了2000多万两。李云瑞这个生意做的，就该掉脑袋。皇室的脑袋，没那么好掉。你听到这个欠款就不惊讶吗？早该想到的，就算没欠，交到我手里也该欠了。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，不光是账本，也是一个坑。就算是坑，也等到成完亲再跳吧。你说的对，婚事天下最大，你娘也盼着这一天呢。这些账册是不是先藏着些？怎么藏呢？人家撒着花送来的，不如大方点。大方点。现在通知8处的人过来抄录，正好，你也用一下你娘留下来的宝贝。抄完之后呢，都给谁看？该看到的都可以用。内库底蕴犹在，范闲又是个人才，我猜不出4、5年，亏空即可追平。这账本大张旗鼓的送来，该知道的都知道。天下商贾逐利而行，既然知道欠债，谁还敢跟范闲做买？这亏空只会越滚越大。半年之内若无转机，他就得把内库吐出来。哎，半年时间，2000万两，即便是神仙也做不到吧？除非有人愿意帮他。范闲入京以来，有没有明确的表示过要投效东宫麾下？还没有。2000多万两的大坑，换个礼尚往来，不过分吧？你是在救他。想救你的人不多，落井下石的人不少。毕竟数目比较大。是2只眼睛都看不清了吗？不，就这只。啊，应该是老花。毕竟2000多万，你就一点都不上心啊？先不管他，成亲了再说。别着急，欠款的事情，陛下知道，我也知道。我不着急。其实我这次来啊，也不全是为了这事儿。连环杀人的事儿，王启年和我说了，凶手看清了吗？我猜想着你当天就会来找我。这事儿要能摊开说，您就不会转个弯让王启年跑一趟了。你小子可以做官，是吴主书干的吗？不知道。从江南一直杀到京都，见过他的人都赔了心。那这些天呢？这些天京都平安，凶手好像是销声匿迹了。那就不是他。吴珠忘记了很多事情，如果再来一次呢？如果他连你也忘记了呢？甚至对你出手，该怎么办？您这老花，我给您想想办法，一定给你解决。如果真是他的话，怎么办？我成亲，您来不来？那是你的家宴，就是家宴才会请您啊。我早就没有家了。这不还有我呢吗？
成婚之后再看吧。这是随礼，人不去礼不随，不合适。里边装了什么呀？神神秘秘的。祝你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。准备。母亲大人，别动。今天就让我替你梳妆。你何时回的京？偷偷回的。陛下没旨意？没有旨意。那这是抗旨啊！上旨什么时候抗过娘？抗旨可是重罪。哼，我不在乎。你出嫁，我要是不回来，那才是重罪。母亲大人，我这辈子有一点是认准的。什么？这天上地下，我李云瑞最美。虽然有人眼下看不到我，但也不是我的错。您说的是谁？那不重要，我那样说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一定要来京都，因为我要亲自替你梳妆。在这人间，如果我允许有另一个人比我更美，那个人必须是你。必须是今天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孤身一人，过得不快乐，如今也无法弥补。只有今天，让我尽一次母亲的责任，让我亲自将你送入到人生的下一程。娘，别哭，现在胭脂刚好。娘，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跟范闲争斗了？看看你，多美！做娘的输给你了。
该做的我已经做完了。您要去哪儿？偷偷的来，自然要偷偷的走。婉儿，我没有过过你这样的日子，我羡慕你。站住！从今往后，把我这个娘从你心里给挖出去。您能来，我很开心。去哪儿啊？还能去哪儿啊？你放过他们吧。我就害怕你不放心，所以让你和我一同去。我又不会武功，真有什么意外，随时向我动手。这马怎么还停这儿啊？往那边走，马车停那边。哎，两位，受累啊，把马往前走走。来，马车都停那边去啊，停那边去了。哎，这边几位，来，咱把马牵那边去，好不好？哎，辛苦啊，辛苦。哎。参见太子殿下。你是那个王启年哦？带礼物的，跟我进去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家宴，你们就不用跟着了。都谁到了？那。北齐奇信，边军800里加急。北齐犯边？不是，无关战事，是北齐那边写给范大人的书信。一封私信，边军800里加急是合适吗？写信的是北齐皇帝。哦，哪有新郎官亲自倒酒？家宴无所谓规矩。怎么，我成亲，你比我还紧张？哎，范兄，来，若若姑娘在府里吗？怎么着，还没喝酒呢就想跟我耍酒疯？宫里消息，你大婚之后就是我和若若的婚事。若若不想嫁。范闲，这是圣旨，我和若若愿不愿意，
不重要。可是她不想嫁，那怎么办？难道要抗旨吗？其实，我对若若一直观感很好。既然如此，那不如接触接触。我的为人你也该放心。那圆梦怎么说？哎，圆梦，那都是过去的荒唐事。抱月楼的事情，我真没有参与。我相信你，我也原谅你了。但若若不会嫁给你。哎，赐婚的事情，谁还能拦住陛下的旨意啊？恭喜恭喜啊！太子殿下，见过太子。大哥，那什么，这东西都放到里边那院子去。哎，看见新奇的物件不要乱碰，听见没有？我来啊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，就是跟兄弟们来蹭个酒。那个，修好了吗？啊，修好了。北齐小皇帝给你写了封信，你快看看。哎，催我更新的，什么意思啊？红楼，北齐小皇帝喜欢看。就这？还有点别的消息，殿下自己看吧。天下四大宗师苦荷要收若若当关门弟子。海棠朵朵不就是关门弟子？这上面说了，门没关严，再关一次，这也算理由。四大宗师武艺超群，想法难免异于常人。送到宫中，交由陛下典妥。这就安排。行了，入座吧。哎，范兄，范兄，你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你觉得这婚事还能成吗？瞧在四大宗师的面上，陛下这赐婚恐怕会不了了之。四大宗师凌驾于王朝之上，你觉得这是好事吗？一向如此啊。我随口一说，你别在意。赶快入席吧，冷菜快上。这厅上怎么没人啊？对呀，怎么没人呀？你不用一直牵着。谢边不在，万一有刺客全指望你了，牵着，我心里安心点。我护着你没问题，但你可答应过我，不破坏婉儿大婚。你要是实在不信，不如这会儿杀我。你看，我一个人又不会武功，动手不难，一了百了。你要是在婚宴上胡说八道，我肯定动手。那就说好了。说好什么？要不然保护我，要不然杀我。我这条命啊，就先放你这儿了。哎，你娶了婉儿，咱也算是亲戚了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大哥，我不骗你，为了咱兄弟这事儿，我是整宿的睡不着觉啊。这内库亏空这么多，咱们怎么办呀？太子为人突出一个慈悲。还有一点啊，我看这北齐对你也是颇为看重，但是咱们这内库亏空再多，那是咱大庆国的事儿，可不能拿别国的钱银来填这窟窿，这是大忌。太子不必多虑，北齐小皇帝就是再喜欢红楼，也不能倒贴2000多万两，哪个世界也没有这么催更的。也对啊，这话说回来，
内库亏空，到底该怎么办呀？今日范县大婚，不提这些。啊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啊，再提最后一句啊，幸亏那人被禁足了，要是他来了呀，还不够添乱的。大人，二殿下，登门贺喜。得亏是自己个儿来了，要不然这儿啊还真容不下。人家不像你，知道怕死。死我也怕吧，但不是最怕的。那你最怕什么呀？我怕的是波澜不惊，无趣儿啊。莫名其妙。小范大人说了啊，请殿下入府，大喜的日子来的都是客。那太好了，我还担心他不让我进去呢。殿下请。哟，都在呢。见过太子殿下。哎，二哥不必多礼。哦，没行礼啊。这个范闲大婚，二哥亲自赶来，可见是重情重义之人啊。只是抗旨这事儿，若是陛下怪罪下来，哎，兄弟几个，咱们一起帮二哥担着啊。你是说禁足的事儿啊？啊，请过旨了。婉儿大婚，向陛下请了旨，过来凑凑热闹。那是好事儿啊！我还白替二哥担心了。罪过罪过，自罚一杯。哎，我随一个。真是难得呀，世上有这样的兄弟。随礼。多谢。打开看看。我本来准备了这珠宝首饰，可想想这些玩意儿你家不缺，不如直接点，50万两。多了。杯水车薪，这内库亏空2000多万，我都替你发愁。不愧是亲兄弟呀！什么？太子刚刚也替我发愁。嘿嘿，太子仁德我是远远赶不上。咱们还是想想俗人那一套吧。你接手内库也算是百废待兴，买卖还是要做起来的。有这亏空在，买卖可不好做呀。无事，我认识许多商铺世家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他们得帮忙。哦，对，二哥心是好的，但是，嗨，这商人啊，他是无利不起早。你今天拿了他的，明天怎么办呢？个个都来插手内库财权，这还了得呀？不过我就说啊，二哥呀，不像那些商人一样啊，商贾逐利的，他心肯定是好的。太子真是好眼光，可咱们总不能让这内库毁在咱们小范大人身上吧？对呀，自家兄弟怎能坐视不管呢？亲兄弟还能自相残杀呢？怎么着，太子，这钱准备你出了？这2000万两要是我能拿出来，那这事儿可大了。那不等于白说吗？明天后天，如果范兄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来我府上坐一坐，办法总是有的嘛。太好了，从此以后啊，这监察院跟内库都归于太子麾下。
哎，二哥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！我可不敢像二哥一样私下接他。我这边你也考虑考虑，不用投效，正常买卖，各取所需。对，各取所需，后患无穷嘛。总好过卖身求荣啊。哼，又手滑了。哎，留一张够了，50万两都够督察院参我7、8回了。大好的日子不想触眉头。哎，太子听说过蜜月吗？是一种甜食吗？不是，意思就是说婚后我得跟网上休息一段时间，不谈公事。太子的心意我领了，这东宫呢，我也就不去了。嗨，哎，这没有人帮，这2000多万的亏空如何收场？良辰美景，不想谈这些。诸位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拜天地，时辰就要到了，不如一起观礼，凑个热闹。良辰已至喽！不应该喜婆牵着吗？这差事是我抢的，重要时刻我要见证。两心一线，永不分离。婉儿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哎，少爷，有什么话啊？咱们拜完堂之后再说啊。不行，我一定要现在说。婉儿，爹有一句话，一定让我在你大婚的时候告诉你。什么话？他让你一定要照顾好大宝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嗯，我说完了啊，说完了，好，我说完了，我说完了，大宝说完了，说完了，说完了，哎，好嘞。来，开始。上事宗庙，下祭后事，依从古礼，成就契约。自今日始，夫妇一体同心，生死
不疑。新人行礼，一拜天地神庙，此为诸礼之本。拜。二拜父母高堂，以明宗族之礼。等等，姨娘，你坐那儿。万万不可！我不是范家主母，礼法上做不得。礼法不认，我认。来吧，坐。二拜父母高堂，以明宗族之礼，合体同亲。起。夫妻交拜。拜。起。自此夫妻交拜，契约已成。瞧瞧，还真不少啊！嘿，咱庙会这个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范林联姻，家师天成，手书一副，以为祝殿，钦此。要不要我送你回府？啊，不用，多谢啊。谢什么？林拱的事儿没说出口。我答应过你，不会破坏婚礼，说出去的话，总要算的。总之，谢谢你。婉儿能有今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婉儿也是我妹妹。那我走了。啊，一路小心。是有什么忘了吗？你一个人，我还是送你回去吧。那也好，身家性命就交给你了。
出来！啊！别躲床底下了，都听见了。思哲，哎，嫂子，哎，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。这些个封建陋习，回头我揍他一顿。哦。哎呀，这一天呐，我就想着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想见见你，我今天还没见过你呢。谁呀？大宝啊，大宝啊，你回去吧。小贤贤，我跟那个小东西不一样，我看完你跟婉儿亲亲以后，我就回去了。大宝听话，赶紧回屋。当心你的红果被别人偷走了。对呀，那是爹给我的红果呀！小东西，小东西，小东西！这一晚上这么忙的吗？什么？没什么，婉儿，对不起啊，我得出去一趟，很快回来。回来我跟你解释。哦。说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和苦荷打了一架。我知道，为了我。除了打架，我还问了一些当年的事。我忘了很多事，我想记起来。苦荷怎么说？小姐的事，她不愿提。我娘来自神庙。神庙？啊，苦荷他们当年一路北上，亲眼见到我娘自神庙而出。说，你说会不会你也是出自神庙？神庙？我想不起来。没关系，我陪你北上，咱们一起找。等找到神庙，没准你就能想起来。去不了。为什么？你成亲了。那也不冲突啊，成亲了可以和婉儿一起去。说，刚才拜长辈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要是你在，我跟婉儿得一起拜。你为何不问问我？和苦荷一战之后，我去了哪里？你去了哪儿？我去了南边。街都静了。静了。他们不回院里，只为了吃饭。在哪？一个3处主办，一个6处主办，都是监察院的顶梁柱。半夜在大街上打架，这样传出去，丢不丢人？不至于啊，谁说不至于啊？丢人也丢不着我的人呢。我天天蒙着个脸，京都上下监察院内外，哪个知道我的名字？你隐藏身份就是为了打架豁得出去是吗？是他先动的手。不是，这个今天什么日子？我徒弟大婚。我知道，你这贼眉鼠眼的，一看就没好事儿。我得拦着他呢。哎，你是怎么看出我贼眉鼠眼的？不，就你这姿势就贼眉鼠眼。你吃个馒头，你就把面具摘了，你好好吃。我又不是没见过你的脸，这大街上也没人，你还怕谁看着啊？吃你的面。你去范监府了？啊，被他拦了。做什么？今日范闲大婚，
武竹武先生必定登门。我平生之愿，就是亲自向他请教武学精艺，教授切磋。那是找死呢！武者寻道，虽死无憾。北界，你是什么时候回的京都？我这一路狂赶，我这不是刚回来，连饭都没吃呢。一路南下，我就惦记这口呢，还得说京都。按规矩，你应该先回院里面见我。是呀，这不是说了吗？我徒弟今天大婚，我怎么着也得，是吧？啊，当然我不会打扰他，我不打扰他，我也不允许别人打扰他。所以你就一直守在范贤府。对啊，没白守啊，把他给拦下了。北界啊，你一路追杀凶手，自南而来。跟我说句实话，凶手是不是武竹？我确实没看着这个凶手的脸，当然我也不相信大人会是滥杀之人啊。那就是，你说这案子做的啊，他要不是武大人，谁还能有这般身手啊？刚好这案子发生的时候，武大人在江南。武竹为何在江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当年我和小姐一起去过江南，我想把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，试着找回遗失的过去。有结果吗？没有。江南死了很多人。我听说了。我没动手。那就不是你啊。那是有人要陷害你。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，第一，考虑谁陷害你能得到好处；第二，要知道你南下的行程；第三，可只能是我。为什么？我暗中查过死者，出手之人，宗师手段。那就是4大宗师之中有人要陷害你，是不是四姑剑？杀人者没用真气。宗师手段，没有真气。放眼天下，舍我其谁？可是你说了，你没动手。是，我记得自己没动手。那就足够了。记忆丢失，有第一次，就可能会有第二次。我不能相信自己。范闲，我在。按道理讲，我不该再见你。哪有这种道理？我遗落过去，前世难寻。如今在这世上，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保护你。若我失控会伤害你，我就会立刻远离，从此再也不出现在你身边。说你不能丢下我。你看清楚。看清楚什么？我看不见。这上面有血吗？没有。如果我记忆扭曲，遗忘过去，现实总该留下痕迹。我看得很仔细，这上面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血迹。这一路上，我一直没让它沾水。那就说明不是你。记忆不再可信，现实不再可信，我连自己都不能相信。如今我出现在这里，因为我相信你。说，你永远可以相信我。好。
我该走了。去哪儿？你别又跟我玩失踪了。我暂时不离开京都。那咱们说好了。你成亲了，从今以后有自己的家人。你还需要我吗？我永远需要你啊！没有永远。是，没有永远。但我这一生，你不能缺席。大婚之后，你带上小姐留给你的箱子，去苍山住一段。苍山？那人是谁呀？武竹叔，我的长辈。怎么也不进来坐坐？他性格就这么怪。你怎么自己摘了？刚才吓一跳，担心你出事儿。对不起啊，大婚的日子弄得乱糟糟的。咱们再来一次。这样也很好。今晚给你的，必须最完美。相信我。我从小在宫里生活，父亲与母亲不便探望。每到晚上，我会一个人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特别喜欢看星空，因为除了星空，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。刚才对拜的时候，总觉得差点不完美。为什么？堂上只有我爹和柳姨娘，少了你独有的见证。我爹娘没法来，没事的。可星空一直在啊。你说的话，我都记着。你送我的这片星空，它一直都在。他看过你的孤独，也该看着你幸福。从今往后，你再也不是一个人了。戒指，这是做什么？我自己做的，新婚良人以此为凭，共许余生。这是哪里的说法？我记忆中那个世界。回头，我把我那些记忆都说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来，该你给我戴。对，就无名指。这契约就定了。星空见证，往后余生再无多谢。我喜欢这约定。
竹叔是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从儋州到京都，那应该有很多故事吧？五竹叔的故事，我慢慢跟你讲。今天不是说故事的时候。那应该做什么？好问题。